要读吧，是吧？把蒙学的经典也读吧。这你不是只读一篇两篇，怎么能够有经典呢？是吧？最后我提出了扎实诵读，熟练诵读，扎扎实实要读100篇、200篇、300篇，是吧？熟练的读就背住了，没哪个不背的，是吧？你看我们那学生批评老师，批评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老师好笨呐，要我读100篇，我50篇就背住了，实际他是最笨的。他就觉得我好聪明了，我好聪明，我读50遍就背住了，是吧？所以要鼓励儿童，调动学习积极性，好吧？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培训5讲，我就讲到这里，向大家汇报这里。最后的呢，最后9号下午我就给大家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，好吧？我就留到那天下午再讲，好吧？你看学校怎么开这工作我去人格篇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。最后向大家介绍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，与高尚好，今天上午最后呢，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怎么来怎么教好大学怎么教好大学。我觉得呢，首先这个大学是世俗第一步，世俗第一步，只有1680个字，1680个字，多少章呢？30章，实际30段，我们都编了章。我告诉大家呢，因为这个我编这个教材呢，我编的呢，这第1版、第2版都已经1本都没有了，是吧？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，也留到1本，是吧？那么第3版呢，下个月就出来了。第3版，那么在前面2版基础上，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，非常漂亮的，是吧？应该来讲呢，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便宜的。现在我们有一些把价格标得很贵，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？农村孩子怎么读呢？是吧？所以有一些400多块钱一套，200多块钱一套，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，1本几块钱，这个家庭就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，是吧？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教材问题。我们这个下个月会出来一个新版教材这个教材呢，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。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带拼音的教材，字要很大一个的，别于记。第二呢是不会视力不会坏。学生现在多少视力他容易记，字很大个第二呢，他不视力，你看他不会坏视力。第三，我们主张纸张，你看我们编的书的纸张是不反光的。现在很多出的教材，那个学生一看就刺眼睛，是吧？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反光的，学生很好的。第四呢，没有插图的，不要有插图插图学生他就是看热闹，直接看画去了，他不看字了，所以效果就不好。所以很多人就问我，刘院长，你是教心理学教育学的，到底有插图的好还是没有插图的好？我说没有插图的好这是有心理学原理。儿童他喜欢看很画嘛，很花哨的东西，是吧？他注意力不集中嘛，但你这没有插图的他就很集中嘛。好，
那么这一大学我们大家都有嘛，都发了人家的，因为我们的没有了，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所以我们刘主任呢去买了这个大学供大家参考，是吧？供大家参考，这个书还不错，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，是吧？这个小错误是难免，是吧？只是要少错，尽量不错，因为那个拼音啊，你改了，它印刷厂跌了一下又变了，是吧？确实有一些是改了的，它又变了。大学一共30章，1680个字。那么第一，我们去教大学，首先要跟学生说，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，哪个写的，大家要了解这个作者是谁。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啊，作者啊，有很多种说法啊，我在这里介绍啊，有3种啊。第一种是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孔氏，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做的啊，孔子做的。孔氏也可以包括他弟子，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子做的，这是一种观点。第二种叫盖孔子之言，曾子述之啊，孔子讲的话，曾子呢把它记述下来，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。曾子叫什么呢？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姓曾，名什么？名生，人生的生，这个地方不能读参，不能叫曾参，是吧？为什么不能叫曾参？这是有这个曾子的名字啊，是孔子取的啊，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。曾子的爸爸叫做曾蝶，一叠两叠的叠，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。曾蝶呢的妻子就是曾子的妈妈，身体不好，始终呢怀不起孕，结果到了40多岁再怀上曾子，就曾蝶来跟到孔子学习。有一天家里来报信了，曾蝶啊，恭喜恭喜啊，你做爸爸了，马上回去，家里要